雅各伫必提里拄着上帝，迄是伊流浪的时，生命第一届甲主相拄。上帝对雅各就发出应允的话，什么应允的话？咱来看创世纪28章15节。上帝甲讲：你无论去叨落，我要保护你，也要带你倒来到这所在。所以咱看到上帝应允，无论你要去叨落，我拢要保护你，也要带你倒来这个所在。所以咱看到，咱头讲，雅各一生拢用诡诈的方式来达出伊要爱的物件，伊要达成的目的。但是有一天，嘛踢着铁棒。伊圣经内底讲，雅各一路走到伊的阿舅拉班遐，伊看到拉班的族囝拉结，就一眼就看上眼，就看伊就帮就介意了，一见钟情。总是拉班甲伊讲，你若要带拉结，你就爱甲我服侍7冬。这个雅各嘛真甘愿付出代价，为阿舅做7冬的工课。等时间到，咧带了会过长工，伊掀开镜仔看，这个新娘毋是伊所期待的拉结。尾仔伊阿舅讲：你若要带我族囝吼，阮才有个风俗啦，无可能大汉的还袂嫁第二个先嫁，所以你若要带第二个拉结了，你还阁为我做7冬的工课。当然啦，咱拢知影雅各，伊为着要带拉结，伊为着伊阿舅做工课，前后总共14冬。咱看到雅各伊带了利亚甲拉结做某，有两个某，总是姊妹之间的相争嘛，对遮开始发生。咱来看创世纪30章第1节，讲拉结看本身无甲雅各生囝，就怨妒伊的大姐。对雅各讲：你着囝互我，若无我要死。咱看到姊妹啊，为着送会当为雅各生囝，彼此伊遐嫉妒。因咧生囝袂输咧竞争诶，你生几个，我生几个。这就是雅各以盗窃制度面产生人的争论。所以咱看到雅各为了咧得闪因阿兄的追杀、的报仇，雅各带伊两个某、甲伊的囡仔、甲老婆，做伙渡过亚伯渡口。伊甲一人摔跤，直到天光。雅各问这人的身份，这人对头到尾无回应雅各的问题。总是这人对雅各讲啥？咱做来念，迄人，你的名无搁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甲上帝到输赢，拢得到较赢，拢得到较赢。所以咱知影，伊即届中间，伊甲上帝所差派的人，伊遐斗输赢，结果伊拢得较赢。即届。是雅各生命中间上关键的时刻，安怎讲呢？即届伊加这上帝所差派人伊摔跤，伫即届中间伊生命拄着上帝，伊有悔改的生命。所以你要看创世纪35章，伊吩咐人，上帝吩咐伊记得必提哩，伊为上帝做一座团起一座团，所以咱看到雅各伊回应上帝的方式，
就是去到不得力的所在，伊也甲上帝起一座坛。咱看到雅各对过去真用诡诈的方式来骗得伊所要爱的，但是你看到这经文中间，伊伫亚伯渡口，甲这上帝所找的人，伊也摔跤，伊的性命悔改，伊也对遮开始。所以咱看到雅各对人的角度来看，伊的家庭，伊毋是成功的家庭。为什么呢？伊两个某拉结甲利亚，伊为着要送帮雅各生囝，较济伊也情，伊也怨恨，也嫉妒。用人的眼光看，雅各的家庭并毋是成功的家庭。总是生命将要结束的时，雅各毋是回顾伊一生的错误，乃是伊宣告未来。毋是总结的失败，乃是讲出上帝应允的祝福。阿门。所以，另外这面对2025年要结束，咱虽然以这一当中间，咱会拄到无顺遂的事，无拄到无欢喜的事，总是咱来学雅各，咱毋是回顾过去的错误、过去的失败、过去的艰苦的事，咱乃是宣告未来。宣告未来什么？未来上帝应允的祝福。阿门。所以，甲你隔壁讲，咱三角来宣告上帝互咱未来祝福，预备来。咱三角来宣告上帝互咱未来祝福。所以，而且咱看到，当咱看到圣经约瑟，阿兄犹大，伊并毋是一个真敬虔的囝儿。这个曾经伫道德方面真软正。咱啊，犹大，伊创世纪38章记载，犹大曾经甲伊的新妇塔玛发生不伦的关系。那按照主格，伊不配成做承接祝福的人。但是咱知，上帝竞选的将来，毋是因为人的完全来得到，乃是伊的稳定的计划。所以，咱过去一当的中间，虽然咱无完全，总是上帝依然伫咱的身躯顶有一个新的计划的产生。所以，咱真正爱来思考。你看犹大有这不伦的事件，总是咱看上帝无看伊的是不是完全，决定要甲祝福。上帝用伊的稳定的计划，悠然要带领伊。所以咱看到圣经内底，犹大的师仔有3方面的信心的祝福。咱来看，伫圣经内底创世纪49章第8节，犹大啊，你的兄弟要讹落你，你的手要去断对敌的暗棍。你的老爸的囝要拍败伫你的面前。所以咱看犹大，犹大这是啥物？原文意思叫做讹落。你来看创世纪29章，咱知影为什么这名叫做讹落的？伊29章中间咧讲，佮怀孕生囝，讲这个我要讹落耶和华，所以叫伊的名犹大。无个生，所以咱知影对圣经中间来知，犹大这个名，伊的意思叫讹落，就是咱看因这兄弟12个，伫上帝面前到底是真敬虔，还是真放纵？咱看到大囝流便。伊真放纵情欲。第3甲第4，就是西面甲利未，因会犯的是情欲顶悬的凶暴。这拢是代表肉体上行得歹的事。就是咱看，犹大伫因12个囡仔中间是排第4个。就是上帝要互犹大
有迄大囝的名分，就是要带领家族领受祝福的支派。所以，这个家族是要有一个领导位置。后台咱看犹大的支派的代笔开创犹大王朝。那为什么犹大支派成做兄弟所讹落的对象呢？那告诉咱的兄弟姊妹，伫信仰中间活出基督的生命，互主伫的身躯顶来彰显迄个信仰的价值。安尼，众兄弟要看伊的好所行来讹落伊。那呢，上帝嘛要互伊征战对象，伊俩得胜。上帝要互伊征战中间得胜。所以圣经特别讲到，你的手要定对敌的暗棍。伊遐就讲啊，迄人背离上帝，人甲上帝做对敌的，迄因暗棍硬。上帝要通过犹大支派，伫这场属灵战争中间，互因得胜。所以，伊要伫正兄中间出人头地。所以了解，一个人若伫家庭中间曾经犯着、曾经失败，但如今却要宣告成做众人祝福的对象，这毋是人的成就，这是上帝要恢复伊身份的稳定。所以咱知影，伊人的一生中间拢会做毋对，拢会做毋对代志，讲毋对话，做毋对决定。所以人台语讲一句话：新针拍鼓有时错。来咧？骹无打叉，啥人无？上帝对于人，毋是用这个人的敬虔、成功来论断伊要成就上帝祝福的条件。上帝伊用伊的稳定、救赎的计划，要成就上帝看做好的。我所介绍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陈正彦，可能咱老听众较熟，伊是基甸会，咱嘛足熟。这个陈正彦兄弟，伊曾经伫教会主日学读册，嘛伫主日学来接受主日学老师的教育。总是愈大汉愈毋爱去教会，尾来学歹去卖毒、食毒，互关入监狱内底。后来伊伫监狱中间有深深的反悔，等于出监了，伊就足认真去追求信仰，抄圣经，去追求信仰。伊嘛常常代表基甸会去国教会服侍见证。伊嘛自伊的工作中间一拍拼，家己成立2-3间公司来经营伊的事业。咱看这个兄弟，伊曾经行了歹，做毋对，总是当伊回心转意，倒来到上帝面前时，要互众兄弟学乐。为什么？伊对歹变好，伊的生命彻底改变。伊的生命对过去背离上帝，转变做敬虔听主的基督徒。这就是好的见证。所以咱看到上帝要祝福的，绝对毋是你现主是敬虔真好，服侍主嘛真好，就是毋是用外在的所有什么个条件来决定你是毋是承接上帝恩典。上帝有上帝计划，虽然这个人曾经做毋对，曾经犯错，总是只要伊愿意悔改，上帝依然将祝福临到伊，互伊伫众兄弟中间受讹乐。这陈正彦兄弟，伊每年拢用行路环岛一年，然后伊拢以 FB 讲，我行路环岛，你赞助你捐款，用行路方式来募款，募款要互啥？互真济弱势者的需要。用行路呢，我徛阿多仔就嫌
嫌远啊，讲伊行路呢，行台湾1年呢，行过6冬啊。最近伊得到中山大学 EMBA 的学位啊。你看一个过去卖毒食毒的人，唔爱读册的人，上帝唔但互伊事业真成功，上帝嘛通过伊的好行做，有好的学业、好的成就，也好的见证。这就是上帝对于每一个愿意归向伊的人，互伊新的开始、新的祝福。阿门。最近听一个见证，讲有一个兄弟啊，伊有7个兄弟啊，因总共有7个兄弟。因6个兄弟知影其中一个兄弟要信耶稣，6个兄弟就放话讲：你若要敢信基督教，咱的兄弟情、兄弟关系对这开始切断，田无高，水无流。你想这个兄弟，敢会为着信仰来坚持伊所选择的？结果这个兄弟伊选择洗礼来信耶稣基督，军队主的脚步，无拍算。因这个兄弟内底只有一个是蒙祝福的。这个兄弟伊开迄个建设公司，生意真好，赚真侪钱。就是因6个兄弟当初放话讲田无高水无流，无要甲你来往啊。这6个兄弟的人生甲家庭，拢无亲像伊较好。内容遐济，咱看到，这个企业家，伊知影什么是上好的祝福，伊选择上好的。所以，当咱愿意持守上帝真理的价值，活出基督的生命，相信上帝必然予你真侪祝福。阿门。所以，咱得行伫上帝道路，活出基督的生命，上帝祝福你。咱来看，为什么犹大得到这兄弟的尊重？圣经咱大家看啦，伊的手要定这对敌的暗棍。意思中，伊要制服伊所有的对敌，所以原文的圣经讲，手放伫对敌的暗棍，犹大会使讲是所向无敌。对敌伫伊面前，我当心来逃跑。所以呢，咱看到，犹大在后面用手抓伊的脚趾片。所以咱知影，伫迄战争的时候，犹太支派要得到胜利，这毋是一个消极的防守，乃是主动的得胜。咱看到，对犹大国的背景来看，犹大的后裔袂一直互人诚做欺压的对象。犹大的国家面对精神时，若袂输，阁会赢。这个讲啥？你讲耶稣基督伫世界的4个月，完全赢过罪的权势，完全赢过死亡的权势，完全赢过撒旦的权势。所以，另外这对敌不等于永远会失败。当你面对对敌时，无代表你永远拢失败。咱拄着咱眼前的迄个困境的时，咱敢等袂到明仔的结局，咱就烦恼。就是另外这，咱也有信心，咱有信心，咱就有对上帝遐来智慧甲开力，互咱会当经验主得胜的稳定。阿门。真正兄弟知影，我怎么咧带一个小组？我带这小组一开始停起来，免无聚会啊。开始招的时阵，剩有4个人。经过4档外的努力，兄弟的鼓励，有人会介绍讲，牧师这人，互去恁小组，我讲好好，来阮小组拢会使。总是通过正当工的努力，我这组对4个人，怎啊聚会到做10个、12个。
回顾过去的服侍经历，即小小捌起起伏伏，念面足济，念面足少，念面足济，念面足少，念面有人来，念面有人离开，拢有。总是，当你掠条对上帝信靠，上帝就要互你经验得胜的恩典。阿门。所以咱看到，约瑟甲伊的老爸讲：“这是我的囝，上帝伫遮收拾我的。”所以咱看到圣经，雅各甲犹大比如一只细只狮仔，迄毋是讲。雅各讲伊是一个体积很小的狮仔，咱是讲犹大比如一只细只狮仔，就讲到伊真少年真有气力的狮仔，伊上顶气力甲勇敢，毋惊攻击。所以这狮仔去外口掠着猎物的时阵，伊登下山顶，享受伊所掠的猎物的时阵，伊伫迄山洞歇困，伊会当自由自在。去掠狮仔掠遐个动物，伊这狮仔因为少年强力，伊嘛经过岁月的努力，慢慢大汉。所以了这咱知影，伫信仰中间，上帝要互咱像犹大的狮仔共款，要真有气力真有能力。所以咱看到雅各将迄所有焦点描述，讲狮仔是一个百兽之王。你讲了，这个狮仔真勇，亲像犹大支派要食做王，未来要食做万王之王的领袖，临到这支派中间。所以了解咱看到，当犹大国伊领受迄个官兵的时，迄官仔要伫伊双脚中间，上顶王摕伊的官兵坐伫王座顶悬，犹大国要伊统治。其他的支派，所以上帝要使用这犹大支派，成做犹大的后裔，要成做其他支派的领袖。所以雅各伊也宣告：欠在环境真动荡，世代的更替，官兵未离开上帝所拣选的人。这应验讲，耶稣基督伫耶稣基督身躯顶。伊要带咱行永远活祝福的道路，所以咱知影，伊圣经内底，伊的生命只要愿意活靠主，上帝必然互咱亲像一只少年狮，充满了干劲，充满了气力，充满了能力。上帝互咱的恩典是有够的行。所以咱知牧师要介绍，咱人拢会辛苦拼命。就是你的信心，就像犹大支派，让你仰望主、倚靠主，上帝要互你赢过所有的困难。阿门。我需要介绍一个查囡仔，这个查囡仔是台南看西家教会牧师的查囝，伊叫做黄雅慈。黄雅慈，伊对细汉时得到一个抗 NMDA 的。受体脑炎，就是脑内底发炎。这罕见脑炎呢，全台湾呢找无100个。这查囡仔，伊得了这病是全台湾找无100个病，真罕见的疾病。伊3届入教病房，3届出教病房。伊病起来时，爱用叶克膜急救，伊爱将伊的血抽起来换别人的血。伊几落届，伊的爸母就拢接到病危通知，所以这查囡仔要活落来是真无简单的。所以当伊出教病房伫迄普通病房时，伊伊有身心科、神经科、心脏科过来科医生来会诊，所以。这查囡仔伫今年7月到9月时，咧判病住院的时，伊连续续拢咧做梦，有时醒，有时困，有时记忆真清楚，有时记忆真无清楚。所以，伊9月19出院的时，
因老爸老母就是看西界教会牧师，甲伊讲，祖囝，你7月到9月带伊这段时间发生啥物代志？伊讲哈，有哦，我哪无印象。这段时间的带伊，互伊念伊清醒，念伊安尼昏昏沉沉，就是伊因为治疗关系注药啊，注甲规个面拢正起来，拢变形。所以伊要出院时，伊头毛加了真短，因为药的副作用，互伊的面正起来拢正甲无亲像原本的伊。因为骨长倒白床，互伊双脚无力，连徛都问题。总是当伊要出院时，面对这样挑战，什么挑战？就是伊无法度行，伊无法度行，因为倒白床肌肉萎缩，伊就无力，伊行袂出来。总是以种种的困难中间的治疗，这个黄雅慈姊妹，伊倚靠上帝，伊无亲像其他人讲破病灰心丧气开始怨叹，无，伊用保持一个真乐观的心。所以这个雅慈呢，伊真爱画图。你看其中一张顶悬一张图，迄就是伊画。伊人较清楚，人较爽快，伊就白床顶悬画图。画送医生、送护士来多谢因的照顾。就是这个病，互伊定定进出病房、病院真侪届，所以伊读册呢嘛，念有念无，念有念无。到伊高三学期等下校要读册的时阵，伊起手，伊要教伊同学做伙去考统测考试。伊虽然无把握会当考真好。但是伊真欢喜，讲伊会当重新倒来校，甲同学参加学习，参加迄个统测的考试。伊嘛真欢喜，伊参加家己的毕业典礼。伫伊破病时，有一个长老叫余会长老，知影牧师娘咧无用牧会，这个长老呢，就时常伫这做囡仔身躯边来甲照顾，协助牧师翁仔某。来照顾伊祖囝，所以另外这咱看到，这个祖囡仔，伊到尾用121篇来见证主。伊讲：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对时到永远。所以另外这，基督是犹太支派的师仔，伊要伫咱的生命有得胜的记号，也是咱命定。得到祝福的源头。当咱愿意生命中间愿意勇敢悔改，回应上帝的呼召，你将来就成做上帝国度使用的器具。所以今日是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，牧师要甲咱三个勉励，咱拢成做犹太师仔，是上帝看做重要的，是上帝使用咱的，所以。上帝要通过你的生命，成做得胜记号，成做荣耀记号。只要咱愿意勇敢来到主的面前悔改，回应上帝的呼召，上帝要大大使用你。所以最后，甲你隔壁讲，你要成做得胜记号。咱三个阿头祈祷，是阮听上帝，阮感谢你。而且年尾最后主日，主阮看见上帝你怎样使用犹太支派，亲像一只少年狮仔共款，真有能力，真有气力来实现上帝你所交托的。怎样伫各种的试探甲挑战中间来倚靠主得胜？主，我要向你讲，主我嘛要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时常倚靠主来成做一个得胜的人。亲像犹太狮仔共款，遮尔有温哥，遮尔有冲劲，会当伫阮年日中间为主你征战，为主你见证，来做美好的工，来应光你。愿主你使阮听阮祈祷，阮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咱即是来念圣诗，陪伴咱的圣餐。
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属地教会陪参者三角来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姊妹，请注意听主耶稣对凡那归向伊的人讲稳定的话。主耶稣讲：“我是活命的饼，就如我的骨断袂腰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干；就如我的活骨断无气杀哩。”我所听的兄姊妹。相信注意来听，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主受，也要传互恁，就是主耶稣奉白迄暝有提饼祝谢来擘伊讲，这时我是我身躯为恁拍破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旁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会设立的，既然啉的时。着今日来纪念我，恁大概食这饼、啉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伫咱未甲主同齐道之前，咱三个同心压头祈祷。主要是主上帝，现在我照你的命令摆设这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，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审判阮，也审判这个摆伫你面前的。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这个有对性有分伫你的身躯甲保卫，对你的稳定得到帮助，互阮成做属灵的朋友，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中，通用光你的名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另外，这主耶稣讲，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是为恁拍破的，恁就今日来纪念我，请咱长老来服侍。欢迎你今日早起甲主同齐道。你若甲阮无共宗派，欢迎你嘛会当今日早起领受圣餐，甲主同齐道。当咱对长老手中摕到这圣饼，咱就伫主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，免得咱吞食家己罪。
毋知咱当中，咱中间有人你洗礼啊？甲阮无共宗派，但是你还未摕到饼的。有咱兄弟因洗礼还未摕到饼的无？请举手，请长老甲你服侍。好，主要所讲，这是我的身躯为你拍破的，恁着行呢来纪念我，咱同心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主耶稣旁边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。你既然你们是着行呢来纪念我，咱请长老来服侍。你相对这宗派，欢迎你，因会早起教主同齐道。主要所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。既然你们是着行呢来纪念我，咱同心来领受。咱逐摆食这饼、饮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平安，甲咱这人三家伫地。咱同心压头来祈祷。阮全心感谢有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，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，这是受祝福忠心的信徒，也是你应阮国的后裔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事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煞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的这个圣洁的交通，对打了后通应供你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咱这时来圣餐奉献。
咱同心阿头祈祷，听完主上帝，感谢你，你知阮人的罪，阮人的软弱，你通过主你的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体，成做人，为了阮的罪，甘愿受逼迫、受勒骂，最后受钉十字架。主，你这无比的疼，阮只有用阮的生命回应你，我要跟对你，我要听你。但愿奉献淡薄金钱，成做圣光的路用，愿主你圣话，愿以主面前同心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祝福车恳圣诗394首，这是礼拜特别线，请会众起立吟全首。牧师，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祝，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相通，甲咱众人三合一体，对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